这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司政边巴次仁对印度东北部藏人社区展开第2次访问；外交部感谢15个联合国会员国就中国侵犯西藏人权问题发表声明；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对德国和捷克共和国展开访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11月7号致函唐纳德·特朗普，祝贺他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尊者在贺函中写道：“美国作为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捍卫者，他对此一直深感钦佩，并表示全世界也对美国的民主愿景和领导力寄予厚望。”尊者希望在当今世界多个地区充满不确定性和动荡的时代，特朗普总统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尊者还写道：“西藏人民和他本人很荣幸得到历届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的支持。美国长期以来在支持藏人努力保护和传承的西藏古老的佛教文化，同时也是在支持一种和平、非暴力和慈悲、具有造福全人类潜力的文化。”尊者最后祝愿特朗普在满足美国人民的期望、迎接未来诸多挑战以及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方面取得成功。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也于当天在官方推特中祝贺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六11月2号开始，相续对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尔恰尔邦、阿萨姆邦和美加拉亚邦境内的藏人定居点展开了第2度访问。11月3号，司政边巴次仁抵达阿鲁纳尔恰尔邦的丹增港藏人定居点，受到藏人官员、寺院代表、当地藏人民众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随后，司政在丹增港藏人定居点向民众发表讲话，介绍了第16届嘎夏的相关政策以及中间道路政策。本周一上午，司政边巴次仁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等印藏政要，在阿鲁纳恰尔邦的邦迪拉县出席了图琼嘎泽林寺新落成的主殿开光典礼。阿鲁纳尔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副首席部长乔纳梅因、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拉让巴安珠次丹、阿鲁纳尔恰尔邦立法议会议员塔皮尔高和国家少数民族委员会成员仁钦拉姆等印藏官员，以及数千名来自该邦各地的僧俗信众出席了庆典。仪式开始时，藏传佛教格鲁派第104任甘丹赤巴罗藏丹增仁波切为新落成的主殿进行了开光揭幕。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和司政边巴次仁随后相续致辞。司政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该寺的历史，并赞扬了该寺的教育机构对当地社区做出的贡献。此外，司政回顾了西藏与门域之间的历史纽带，强调了双方长期存在的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在当天的庆典结束后，司政边巴次仁会见了邦迪拉藏人定居点办公室管辖下的邦迪拉、嘎江、德让和达汪地区的藏人，并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了讲话。司政在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致力于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为流亡藏人社区服务的承诺，并介绍了第16届嘎夏的长期愿景，既向世界理性地介绍西藏的自由事业。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从邦迪拉启程前往达汪，
当天下午抵达达旺后，相续参观了甘丹琅杰拉孜寺、该寺博物馆以及新落成的中印战争英雄纪念馆，并在晚间向居住在达旺的藏人民众发表了讲话。结束对阿鲁纳尔恰尔邦境内藏人社区的访问后，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11月6号经阿萨姆邦首府古瓦哈蒂前往梅加拉亚邦的西隆藏人定居点进行访问。在抵达西隆藏人定居点时，司政受到了当地藏人民众和学生代表的欢迎。在欢迎活动结束后，司政边巴次仁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了讲话。结束对当地的访问后，司政将访问西金邦首府甘托克的藏人社区。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本周三11月6号发表声明，感谢以美国和澳洲为主的15个联合国成员国于10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第79届会议期间，就西藏和东突厥斯丹的人权侵犯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决其普遍存在的人权侵犯问题。外交部长诺增周马在声明中对澳大利亚领导的15国联盟的重要表态表示赞赏，并表示这一支持是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藏人方面仍然意识到，解决中国政府占领下西藏人民面临的持续挑战和侵犯人权行为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展开。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由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乌嘎仓玉珍和议员次仁拉姆组成的代表团，于上周六11月2号开始对德国和捷克共和国展开了为期1周的访问。在抵达德国首都柏林机场时，代表团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平措多杰、柏林藏人协会主席顿珠东卡和当地藏人民众的迎接。当天，2名议员在柏林会见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执行长凯穆勒，并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德国当前的政治格局、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以及在欧洲加强西藏宣传策略等议题。本周一11月4号，代表团与德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举行了闭门会议。2名议员在会议期间就中国政府强制同化藏人的政策表达了担忧，并介绍了约100万藏人儿童被强行送入寄宿制学校、西藏的私立和寺院学校遭关闭，以及当局蛮横干涉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等情况。议员们感谢德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西藏人权状况表达的关切，并呼吁德国采取行动反对中国的跨国镇压。11月5号，2名西藏议员与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宗教信仰自由专员办公室主任安克伯奥曼就西藏的宗教自由遭到公然侵犯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强制关闭寺院学校和拆除寺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会谈。当天，他们还在弗里德里希脑脉基金会德国总部会见亚洲部主任查尔斯·杜维奇纳和东亚事务官员丹尼尔·萨卡，并拜访了驻德国台北代表处的谢志伟大使，讨论了双方关心的话题。本周三，议员乌嘎仓玉珍和议员次仁拉姆出席了由德国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迈克尔·布兰德议员在德国联邦议会大厦举行的西藏问题的简报会。与会者包括对华议会联盟联合主席彼得·海德议员、自民党人权发言人玛利亚·克莱因、绿党议员弗兰克·穆勒，以及自民党外交政策工作组的其他成员。西藏议员在简报会上重点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中国政府针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实施的灭绝政策，并讨论了西藏的寄宿制学校、西藏的私立或寺院学校遭关闭、以旅游开发为名拆毁寺院等问题。
会议结束后，议员迈克尔·布兰德及其团队带领西藏议员参观了德国议会大厦。当天晚间，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启程前往捷克布拉格，继续展开访问。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